笑脸，你会真爱耶稣。
了解大家平安，身体恭喜。应该到15嘛吼，拢还咧过年吼。不过咱感谢主吼，咱伫新春的假期，咱拢会当有真好的休困，甲去旅游吼。咱过来到上帝面前，先要调敬伊、敬拜伊吼。咱就是同心来祈祷。主宾默默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。伫新的年一开始，我们过来敬拜你。感谢你，互阮伫新春假期中间，拢有真好的休困，甲阮有亲人的交陪。阮即时也恳求你，怜悯阮台湾这个土地。虽然疫情渐渐地较轻，总是还阁有侪人还阁受感染。求主你的神临在伫阮每一个百姓的中间。阮会当保守家己的身躯，伫寒冷的天气内底，阮永远会当得到你的看顾。当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港台牧师、教师、真理以及阮每一个人的服侍，也是我兄弟姊妹的敬拜，拢会通得到你的赐福甘纳。将今仔礼拜恭敬交托，求感谢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，各位当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，请人用诚心实意来敬拜咱的主。好，请咱来吟诗学罗咱的主。主，我要学罗你。没写钱啊。来了，请咱大家来吟诗，学罗咱的主。主，我要学罗你，尽心尽意。我要保养你，奇妙大观灵，归愿跟你圣名。主，我要学罗你，尽心尽意。主
咱第二首，咱来唱《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》。耶和华是咱的盾牌，伫咱的面头前，咱拢唔惊吓。好，咱来唱《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》。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心上呼罗你的名，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眼光，我是乎我讨厌我的主，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，你的眼睛我不惊灾害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我国，你同在，让我完全的心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时常呼罗你的名，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眼光，我是乎我行行我的主，虽然对着围雷攻击我，为你的情我不惊灾害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我国，你同在，让我完全的心。煞只过来啉，我明日笑脸你的仁爱耶稣。我明日笑脸你的仁爱耶稣，等我冠军微微激动，进去多最近的最的老耶稣，你的温高我心快乐，你的家是悄悄的耶稣，放在天都的更多中，主所不的行动最近主耶稣，为着我最港湾受苦，我明知笑脸你的仁爱耶稣，笑脸你的条头不平，求你中的条就是我耶稣，我为条人亲像你。请爱信息，只是求你临在阮的中间，来充满阮每一个人。求信心来充满伫咱中间，充满伫咱的心，灌压伫咱的心，互咱对咱的心内，经过咱的魂体充满出来。上帝恩膏膏我们。我主先行，你心中我我主相信，你心中我
请咱大家用安静的心，陪伴进入咱的敬拜。耶和华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咱三甲来吟诗，圣诗第308首。圣诗第308首，我要唱歌来学乐。请起立，我要唱歌来学乐。学乐上帝奇妙的听，我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上帝至圣的名。我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耶稣无比的听。我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耶稣尊贵的名。对日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，我要唱歌予人知，伊有丰盛的慈爱，伊的信息到万代。我要唱歌予人知。我
请坐。下面，咱要用《使徒圣经》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伫周报第7面，《使徒圣经》。咱三个来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。咱的主对圣神投胎，对万水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类受苦。顶是祭死、埋葬、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打谢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病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上土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下面咱三个来启用，启用文第38篇，就是伫圣诗后面。启用文第38篇，天下万事，都是传道书第3章。咱三个来启用，天下万项事拢有伊的期，生有时，灾情有时，哭有时，哀伤有时，东房有时，亲热有时，憔悴有时，保存有时，疼有时，静静有时，疼有时，战争有时。我知上帝所做的一切，拢会留到永远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生存敬畏。下面咱继续来吟诗，圣诗第18首。圣诗第18首，我信俄罗上帝。我信俄罗上帝，自然因我的爸，天地万物三角应声，俄罗伊大尊名，树木产园水泉，江冲大海高山，显明伊大权能，阳光仁爱公义昭全。咱起哩三个来吟。我信俄罗上帝，自然因我的爸，天地万物三角应声，俄罗伊大尊名，有无残水泉，江冲大海高山。爱公义昭全，我信俄罗上帝，最干净人的爸，空中会照饮食出声，俄罗伊大尊名，水草。
无路上帝，你的本对真的，虽然歹是将光运动得胜，成功能到地上，我准备的只有你的到尾合作一个容易相陪。听者。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，听谈咱的爸全能的上帝，感谢你赐阮新春假期，互阮大家出入平安，合家团圆，打个三甲自节来伫遮敬拜你，感谢上帝保守阮过去一年。有真侪人感染病毒，毋过拢平安康复，这拢是上帝恩典的恩赐。毋过即马天气实在是嘛是真寒冷，咱嘛是爱求上帝，互咱注意有流行感冒甲新冠病毒。继续咧威胁咱的健康，求主继续保守大家的身体，拢会使保养，继续保养，继续保守大家的身体健康。阮嘛为着教会身躯有冤有病痛、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主甲因同在，会使互因医治甲看顾。少年团契即马伫台南咧举办生活营，求主嘛保守因出入平安，通过团体共同敬拜、共同的生活，感受上帝的三甲同在。求主引带教会伫新的一年继续为主做工，保守明年教会的事工伫这文山地区会使。继续发光做盐，求主耶稣的拯救的爱会使传播出去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三甲来读圣经，圣经创世纪第5章第1节甲第5节，都是伫旧约的第5面。创世纪第5章第1节到第5节，显着咱三甲来读。亚当的细细记伫下底，当上帝创造人的日，是照上帝的款式来做伊。创造因查甫甲查某，伫因受创造的日，赐因福气，称因的名叫人。亚当130岁生囝，照伊的款，亲像伊的像，标名叫薛。亚当生薛了后，阁历过800年。其中也有生囝、查某囝。亚当继续享受
930岁才死。以上。下面咱来请上父团契来献诗，因要献的诗是有一项诗实在好听。下面咱要请科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长会修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昨天的上帝伫你面前，我感谢你。虽然天气寒冷，总是你会听伫阮的内面，你守住阮有平安之地。阮即时自责来到你的面前。愿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看顾保守阮，互阮领受你的话语，充满伫阮的心灵内面，互阮得到饱足的欢喜。愿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身引带阮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伫即个新春的假期，咱拢有出去甲咱的亲友做伙。互相祝福，互相请安。我想咱拢有食到真侪好食的食物，
甚至咱去行村的时阵吼，拢受到真好的款待。我想咱拢经历着一个真好的假期，今仔拄好是假期的上尾一天，咱自集伫上帝面前，咱嘛要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当咱甲咱家族，也是甲咱亲友咧自集的时阵，我毋知恁敢有迄个坐伫即个做伙的时阵，你咧享受即个年节的气氛的时，你有咧看到恁厝内底恁的家族内面的人？我毋知恁有想到一个状况无？你有咧少年已经无伫咱中间的遮个亲人无？也是恁会去讲啊，咱的亲人中有些人伊的岁数是上长的无？啊，即马邀请恁想一下，伫你的家族的内面，你会记得些人伊的年岁是上多，是上咱讲的上长岁数的咧？伫现今吼，现今就讲即个世界上长岁数的呢，是出世伫即个委内瑞拉即个摩拉，伊伫去年的5月27的时阵，伊迎接了家己113岁的即个生日。伊互即个咱讲的金氏纪录认证讲，伊是即个世界上长岁数的一个男性。伊的下骹吼，伊有饲11个囝儿，有41个孙，干仔孙有18个，搁落去呢，还佫有侪侪。即个莫拉呢，伊为什么会遮尔长寿呢？伊家己安尼讲，伊讲吼，伊长寿的一个上主要的原因，伊归乎上帝。伊讲伊伫即个生日的顶面吼，伊咧分享伊长寿的即个秘诀，是伊每工祈祷2摆，伊认真工作，伊保持一个真好的困眠甲即个咱讲的生活的作息。啊，伊讲有一个真特别的习惯，就是伊会啉吼，迄个讲是西班牙的烈酒吼。这是莫拉，伊讲伊家己长岁数的一个秘诀。不过伫即个金氏纪录内面，还佫有一个人比伊佫较长岁数，就是呢，就是即个伫日本出世的吼。伫日本出世的即个中田佳子吼，伊伫去年4月19过身，伊的年岁呢是119岁吼，119岁。来帮我按，我按不动。咱有一点小状况，我请楼顶帮我试吼。伫现代，咱讲遮尔长岁数的内面呢，伫现代咱讲医学的不断研究的中间，咱拢知影讲，要安怎互人的性命，要安怎会当线接落去，特别咧面对一寡病症的时阵，比如讲癌症，比如讲侪咱讲心脏的问题等等的。咱拢希望透过医疗的方式呢，互即种咱得到即病症呢，会当互咱得到恢复健康，就是讲互咱会当生命会当延长落去。所以无论伫倒一个时代呢，咱拢有人咧追求讲啊，我要活较久的，活较长岁数的，甚至咱看历史顶面呢，有侪人咧操作迄个。我要长生不老，我上好是拢永远18岁。不过，咱想要长岁数，咱想要长生不老，咱袂老的即个目的甲意义是啥物呢？咱为什么想要长岁数呢？咱对今仔日的圣经第5章创世纪第5章内底来看，创世纪内面咧记载着。圣经人物中有一位
伊的年岁是上侪。这位就是对创世纪第5章25到26节，帮我按下去好吗？谢谢。这位呢是马土拉沙，伊活到969岁，伊的年岁是真长，所以伫创世纪第5章25到26节，安尼记载讲，马士土拉伊活到187岁，生了拉麦。马士土拉生了拉麦了，佮活了782年，而且伊生囝养饲真侪囝儿，伊活到969岁就死啊！这段记载是咧记载着伫人类即个历史进程，咱讲人类的一个开始的亚当，伊的家谱内面所记载。第5章咧记载着亚当对伊开始的10代，伊安尼顺续落来是赛特、以纳士、该南、马勒列、亚列、以诺、马士、沙拉、麦拉，一直到挪亚。这个中间，咱看到马士、沙拉，伊即位。伊咧记载着伊，无记载了偌侪的内容，总是将伊所行的遮个事件，敢若简单讲过尔。咱若要来看伊，其实伊的原文的意思，伊的名原文意思是上帝公义的审判。上帝公义的审判，哪伫伊的名内面来出现呢？咱若看到咱甲后礼拜了后，咱去看到创世纪第6章、第7章、第8章内面所记载的是，当挪亚的迄个时代，人类的文明物质，遮个背后，带来了即个道德的坠落，甲上帝本底创造人的迄个意义是无共款的。所以人无法度去满足着上帝公义的要求，互上帝开始哀伤。所以上帝伫迄个时阵，伫挪亚迄个时阵，透过要用大水来毁灭人。所以马士拉沙的即个意思是上帝公义的审判。所以当迄年大水来迄年。马土拉沙伊就是面对死亡的迄年，我想伊会遮长岁寿，其实是上帝要互伊长岁寿的。咱若看圣经其他的记载，上帝伫圣经内面所记载，要互咱人知是，伊应允人有长岁寿有2个条件。第一个是爱孝敬爸母，爱孝敬爸母，互你得到福气，伫在世会当长岁寿。这个是一个带着应允的诫命。咱讲爸母伫咱细汉的时阵，甲咱养饲，共款当咱成做爸母，咱在爸母的时阵，咱的囝儿就会养饲咱。其实无论安怎，这是一代行过一代，这是伫上帝祝福的即个内面。第二个是爱遵守上帝的道理。咱若看到《列王记》第3章第14节有记载讲：你若学你老爸大笔，遵行我的道理，守我的律例，诫命，我要互你长岁寿。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伊是创造的主，咱人是受造的，所以咱就爱掠耶和华做大，因为耶和华创造了天地万物、地上海里所有的遮一切，所以上帝毋是爱咱用物质来讲啊，我来回应你。上帝是爱咱敬拜来遵行伊的道理。
这是对圣经来的。咱也对现代，咱会当看到真侪学者，互咱人要长寿又出真侪秘诀，所以咱保持健康等等的。比如讲，你的啉食的内面的习惯，咱即马讲啊，较莫减少食迄个肉，加食青菜等等食的。以及你家己的健康的状况，你每年可能来做一解身体的检查，你的幸福的指数，你的生活是毋是真规律？你甲人的关系，等等，食所有的一切，抑阁有你的宗教的信仰、自然的环境，拢咧甲咱讲，咱要安怎伫即个世界，咱会当活了较长岁寿？你要安怎？你才有法度伫即个世界，互你的性命，因为你的家己的注意，你会当有一个好的生活的品质。不过，我想这位马斯拉沙伊长岁寿上主要的秘诀是上帝特别的应允甲怜悯，因为伊原本的名的意思是上帝公义的审判，所以上帝应允这个奇妙的作为伫伊的中间，就是迄个公义的审判。所以伫上帝公义的审判要来进前，上帝其实一直咧期待人会当悔改。所以当上帝爱要做这个伊的怜悯甲应允的进前，上帝咧邀请人来到伊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就是要互那迄个时代的人会当明白了解上帝的听候。不过，当迄时的人拒绝了上帝的邀请，共款家己做家己的，充满了罪恶。所以上帝伫迄个时期要显出伊的公义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的年岁会偌长，你会活偌久？其实咱毋知。不过，咱的性命总是有一个毋茫之地。你的毋茫是甚物呢？咱所追求的性命，咱要追求的是讲，咱伫即个世界年岁有偌长？我要食到100岁，我要食到120岁，也是讲啊，我干那真尽力活着就好啊。也是讲，我干那要完成某一种的使命。那呢？你所追求的性命是甚物呢？对过去到现在，人一直咧找性命的意义，也是讲人生的意义。伫哲学、科学、神学顶面，拢会讨论到这个议题。甚至咱对人的心理，咱对人的身躯，咱对人的灵的内面，咱拢会牵涉到即种的问题。所以咱会问讲，生命的意义是甚物？也是讲，咱为什么想要长岁寿呢？伫无共宗教的内面，会有无共款的解说甲看法。伫咱基督教的神学的内面，咱讲神学的意义顶面，生命是对上帝所创造的。不过，伫所有遮尔侪的遮个画面的中间，只有人才有法度甲上帝有即个关系，咱有法度甲上帝会当互动。因为神学家认为，上帝无将迄个心智智慧想出互其他的画面，所以当咱伫神学的顶面会认为讲，咱人活伫即个世界一个真好的价值，就是咱人会当甲上帝来互动。那呢，神学家就安尼解说讲，享受上帝的主爱，以及人甲人中间的即个仁爱，这是咱活伫即个世间的目的其中的一项。第二是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，甲万物中的即个真美好的即个环境。
第三是咱的性命要活出上帝形象甲样式。上尾神学家认为讲，咱要实现上帝伫咱每一个人身躯顶，伫咱的性命中迄个美好的计划伫咧。所以咱无论伫为哲学、科学也是神学，咱看咱人生命存在的意义，咱存在是伫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。所以咱追求生命，毋是咧讲咱伫即个安逸的环境的内面，毋是伫即个平顺的即个状况的内面，毋是伫咱大家想的迄种我伫即个世界，我著钱多，代志少，我工作阁离厝的真近，即种的生活。咱所要追求的生命是享受伫上帝的疼的内面，咱来分享上帝互咱的疼。咱来甲别人做伙来分享，咱来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你所面对的代志、你所面对的环境，以及你所接触的人。咱爱知影的是，当咱的生命是，咱来真实来回应上帝互你的呼召，将这个呼召甲实现伫你的生命内面。所以，咱看到咱人。要长退休，要活伫即个世间的意义，毋是干那我一天过一天就好。咱来真正活出上帝心意的生命，咱来甲上帝有好的关系，咱来甲上帝做伙，因为有上帝同行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来面对即个世界。当今仔日第5章内面。咧描写、咧记录着亚当的子孙的即个家谱的内面，即个族谱的内面，讲到亚当伫130岁生了一个囝赛特色。伊讲伊有伊的形象样式，甲亚当同款。亚当有上帝的形象样式，就咧表示着亚当的后代。嘛有上帝形象甲样式伫咧。得食了后，亚当活了800年，生囝侪侪。也是讲，除了食以外，亚当还佫有其他的后代。所以，上帝祝福临到即个咱人的身躯顶。伫第5章的即段记载内面，对亚当一直到上尾即个拉麦。拢记录着即个长岁寿，年岁拢足侪。大多数咱若去详细看，拢900几岁，拉麦是700多岁。但是其中有一个人的记载，甲别人的无共款。伊就是伊诺。伊诺伫65岁生了马土拉沙了后，伊甲上帝同行，也就是讲，伊甲上帝有一个真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上帝就将伊诺接去。当伊甲上帝同行300年了后，上帝就甲伊接去啊！伊就无伫即个世间，无伫即个世间，伊无一定是表示伊是死亡，因为其他的人拢写讲伊死了，所以无真明确指出伊已经。经历过死亡，咱若看到伫第5章内面每一个记载中间，咧简单述说一个人了后，拢会重复一句话讲：他生儿育女，伊生囝侪侪。这句话是咧表明生命是不断咧延续落去。所以，当咱看到这句话，就当来回想顶礼拜咱所读的第4章内面夏娃所讲的，因为上帝的帮赞，互我得到这个后生，嘛咧说明一件代志是：人虽然无住伫爱地园中间，上帝还阁是祝福伫人的身躯顶。上帝祝福无减少，无气杀咱人无要顾。上帝疼要顾甲咱做伙，
互咱人有能力继续来延续这个生命。所以咱看咱的生命，若毋是上帝疼甲怜悯，伫人互上帝赶出爱殿堂的时阵，生命就已经孤单无存在啊！伫第5章的内面，伊诺拢总活了365年，却是唯一互记录甲上帝同行的人。也就是讲，伫伊诺这365年的内面，伊活伫这个世间的日子，伊每一天拢保持甲上帝有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其他的人拢记录讲，伊活了偌久了后，伊几岁就死啊。但是这边所写的伊诺，是上帝将伊接去，毋是死啊。所以咱若用这个年岁，你活了几岁来看长岁数，来做一个评估的标准，伫第5章内面，其实就无遐准啊。因为长岁数的标准是甲上帝同行。虽然无伫即个世间，不过却赢过死亡，因为上帝将伊接去啊。咱若对即个家族的族谱的内面来看，对亚当一直到伊诺，伊是排伫第7位。咱知影伫犹太人的内面，第7是表示伊是一个真完美完整的。所以，当创世纪第5章咧记录的时阵，就咧表明这位伊诺是真完美啊！一个完美的人，伊的生活的态度，就是伊一生拢甲上帝同行。咱看到圣经的作者，要互咱看这个模样，伊是上帝所欢喜的人。伊的一生拢甲上帝有一个真密切的即个关系伫伫。伊的一生拢是掠上帝最中心，用上帝的话成做伊生活行为的准则。即款的生活的态度是真重要的。咱若毋是掠上帝的话语成做咱生活的中心的时阵，有可能咱会受到即个世界。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，咱会离开上帝，哪来哪远。所以今仔日，咱成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可能要来思考的是：咱敢有甲上帝建立一个真亲密的关系无？咱来思考的是：咱敢有掠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话语，成做我生活、我行为的准则也无？也是咱要想的是，咱敢有用圣经的教示，成做咱生命价值观的一个基础。这是咱爱常常来想的代志。特别是咱咧面对这个社会，咱咧面对这个工作，咱咧面对咱的生活的时阵，甲上帝同行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伫弥迦书内面先知弥迦嘛安尼甲以色列百姓讲，甲上帝同行。咱所追求的长岁数，应该是一个永远的活命。这个活命，毋是咧讲爱活了偌久，毋是爱活了几岁。当亚当甲夏娃违反了上帝命令的时，因爱面对死亡。上帝疼咱人，期待咱人甲伊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咱人的生命，咱的年岁，拢伫上帝计划内面，嘛伫咱每一个人要安怎来回应上帝，要安怎甲上帝建立什么款的关系？当亚当夏娃离开爱甸园，伫上帝竞选的主权甲拯救的历史的内面，对这祭司的文献的中间，咱会当看到人的有限，
咱的有限是因为咱爱面对这个死亡，总是上帝要求咧眷顾咱每一个人。这毋是今仔日的经文，毋是敢若咧记载着对亚当了后，第几代生了什么人，第几代活了几岁，毋是安尼尔，是爱咱去看见亚当夏娃犯罪，因犯罪啊，但是因所面对这个处罚，一个上帝的怜悯一直咧影响着因的子孙。伫即个中间，咱看到以诺甲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伫300年久的中间，每一天，伊拢咧过着互上帝欢喜的生活。所以，当咱甲上帝同行的时阵，上帝活伫咱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内面。这毋是干那讲灵修的生活。嘛包括着咱的婚姻、咱的家庭、咱的工作。圣经特别提到，甲上帝同行。这个同行，毋是干那讲伊甲上帝尔，佮讲着伊生养济济的囝儿。所以，互咱要真清楚去看到的是，信仰甲生活是做伙。咱伫生活内面，咱咧经历上帝，生命在伫上帝，活命在伫上帝。咱所要做，就是甲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。咱恳求上帝怜悯咱，互咱伫咱生命，无论你的年岁是偌济的时阵，咱每一天拢甲伊有好的关系。咱每一天拢会当甲伊同行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愿感谢。你有阮看见，虽然伫即个族谱的内面，每一个人的年岁是无共款的，总是阮看到伫以诺的身躯顶。人甲你的关系，人来甲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人来遵守你的诫命律例，你的祝福就临到。伫地面上的活命有偌久，拢伫上帝你的掌管的内面。愿主你使用阮，启示阮，互阮明白你对阮每一个人的旨意。互阮活出一个信仰的生活，愿恳求你来引带阮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下面咱三甲来吟诗，圣诗第174首。圣诗第174首。我羡慕真理的神，我羡慕真理的神，求你应点我内面，叫醒我心捌道理。一发明白圣旨，替你三甲来吟。我羡慕真理神，有你应点我内面，水我心捌道理。求你应点我。
请坐。下面咱准备心来奉献。下面报告，伫报告头前，咱先来念即礼拜经句。互恁无递到贫惰，就是学遐个对神甲吞忍来承接遮个应允的人。伊要来书6章12节，搁一届。互恁无递到贫惰。就是学遐个对神甲吞忍来承接遐个应允的人。伊要来书6章12节。下面我来报告。下周圣工的分担领唱许义礼，司礼苏坤龙长老，司琴是潘秀丽姐妹，献诗是圣歌队，司献是林宗豪执事。彭兆亮执事，交代是林宗豪执事，林崇珍姐妹，音控是曹明祥执事，甲周宏邦弟兄。后礼拜拜三的查经祈祷会经文是《撒母耳记上卷》第10章，主理是科牧师，司会是李尔伯执事。下礼拜第一个礼拜，主理是科牧师，经文是创世纪第6章到第9章到12章。过来教会消息报告。
第一点是下主日，咱要举行圣礼典。迄天是花莲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护理教会的奉献，请兄弟姊妹准备心。第二点，咱定伫2月12號要召開2023年的會員好會。咱會友的去年度的奉獻已經搭伫個1樓的公布啦。迄天也要請假的兄弟，請向迄個小會書記吳文宏長老來請假。迄天聯合禮拜也無華語禮拜。第三，咱2023年的會員好會資料，甲各團契的資料，攏有搭伫個公布欄。咱會使來看拗錯摸的，請才提出，咱來訂正。第4點是陪伴初信的課程，時間是2月5號下晡1點到2點，歡迎中職同工甲兄弟姊妹共同參加。咱這愛報名，才會使統計迄個午餐。好，下面是。咱要為着2月份生日的遮的兄弟姊妹，咱要甲祝福。咱請2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，你徛起來，我們為你唱生日快樂歌，以及要為你祝福。我看到在場幾落位，嘿，好，咱做伙來唱2遍，吼，2遍。同心為着因來祈禱，主，阮感謝你，予2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佇阮的中間。主，阮的一生攏佇你的保守看顧內面。過去你安怎恩待遮的兄弟姊妹，只是懇求你加倍祝福臨到因的身軀頂，予因領受屬天來的平安喜樂。予因領受上帝你的疼痛，願主繼續看顧因，予因每一天攏甲主你有好的結連的關係。願主賜福佇因的身軀頂，願祈禱感謝，靠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好，生日快樂！請坐。今仔日敢有？好。下面咱来唱尾遍的诗，聖詩第398首，願聖詩第398首，願咱救主耶穌基督。今時煞，咱請科牧師甲咱證道。耶穌基督憐憫恩典慈悲，伊的上帝成就高我漂亮。
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慈爱甲疼痛，信实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之地，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会倒。咱彼此请安。